初中时，嫂子嫁进家门，不办酒席，也不要彩礼，领完证才通知家里人。邻里街坊都说我妈福气好，白捡了个媳妇，看着挺壮实，屁股也大。来年周嫂子，你等着抱孙子吧，就是面相里总透着一股算计的味道，感觉心思重啊。果然见我嫂子第一面时，她在饭桌上跟我妈狮子大开口，娶她的彩礼就从卖我的钱里出。我是妈妈抱养的孩子，平日里辅导作业，动不动就拿藤条打我。大概是吃准了妈妈不爱我，她从提出这个主意后，天天用油腻腻的视线抚摸我的身体。总要等她成年，不然传出去在村里怎么做人。母亲同意后，故伎颜面劝着哥哥和嫂子。成年的当晚，嫂子和我妈妈商量，卖了我之后的钱，一半自己留着当我哥娶她的彩礼钱，另一半补贴他弟弟。隔壁村那傻儿子有钱，把小妖卖了，他也有好日子。整天读那个死书有墨子意思，女人嘛，还不是要嫁人？母亲也跟着附和，两人稀稀疏疏笑个不停，特别像阴沟里老鼠吱吱吱的刺挠。我在厨房外听了个一清二楚，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好在之前就有所准备。半夜我听到房门外一阵脚步声，佯装自己睡得很死，果然一双凉手从我的头开始往下抹撒，强忍着恶心。在摸到脚，准备用蛇皮口袋将我装起来时，我假意翻身，实则脚使劲往前方踹。大抵是我平时装的柔弱起了作用，嫂子不设防，竟也被我踹飞在地。看着瘫倒在地的嫂子，我反手继续踩上几脚，随后拿起我的臭袜子堵住了她咿咿呀呀的嘴，装进了她准备的蛇皮口袋。喜欢傻子是吧？那你自己去嫁好了。做完一切，我不急着跑路，偷偷溜进嫂子房间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这话是不假可惜，我是真小人。我往房间里塞了一堆照片，换上嫂子的衣服。按照之前她和养母的约定，找到家里的板车，将人拉到村里东边的大榕树下。我不知道接应的人是谁，特意把自己包了个严实。来到榕树下，我看到了哥哥和傻子爹。哥哥原先小时候偷偷给我塞零钱的手，现在正卖力数着卖我的钱。我将板车交给了两人，正欲转身就走，却听到哥哥质疑：“萌萌，现在才6月，你穿这么多衣服？”我脑袋一空。我和嫂子李萌的身高像，可她平日里伙食好比我壮了不知几倍，不多穿一点，一眼穿帮。手指成拳，压低嗓子咳嗽几声，所幸哥哥周卫东没再怀疑。可蛇皮口袋里又传来一阵阵嘶哑的响动，离开的脚步凝固在原地。要是被发现可不行，我嫂子这么想嫁傻子，我肯定成全她。毕竟家里人因为彩礼这个事，谁都宠着她。平日里她是不干任何农活的，我和妈妈割完猪草，回家还要扫她磕了一地的瓜子壳。见妈妈和哥哥谁也不管，后来她逐渐从偷偷嗑瓜子壳到地上，转变成瓜子壳吐我脸上。而我想嗑个瓜子，简直和要命一般。妈妈和哥哥只推辞，瓜子有什么好嗑的？小孩吃多了上火。其实不是想嗑，我是想用瓜子砸死这烂丝。可是嫂子李萌有时候又像养宠物一样对待我。初2的时候，她给了我学生时代的第一部智能手机，她用烂的手机是我梦寐以求的宝物。班里赶时髦的同学总是染着非主流的头发和私藏手机。
在那个年代，大家都表面鄙夷，背地里又偷偷模仿。也是因为嫂子给我的这部手机，我收获了2样东西：一是我妈妈的藤条米线，二是非主流时期的尾音和一塌糊涂的成绩。现在这尾音总算有点用途了，赶紧把人带走吧，一会人醒了也是个麻烦。我家出嫂子的声音催促道。一听这话，哥哥使劲捻着一张张红票子。傻子爹却突然提出要验货，我急忙攥着蛇皮口袋，口袋在我的攥力下鼓起了一个小包。我解释这口袋的幺妹没穿衣服，搬来的时候急了些，这查验恐怕不合适。眼见我哥周卫东解绳子的手停在半空，我呼出一口色气。就是这傻子爹眼里的怀疑转成了下流的猥琐欲色，坏了捡了西瓜丢了芝麻，一时间僵持不下。傻子爹再过分也是买主，我哥走上前和傻子爹一起解起蛇皮口袋的绳子。亲家公，给大家都留个脸，要是不信的话我们就不卖了。妈妈不知何时也到了榕树下，冷声化解了这修罗场。妈妈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，她对外一向是说一不二，可一到我哥哥的事，她就是柔软的像一块棉花糖。成功交货后，我抹了抹额头的虚汗，还没抹完，妈妈凑近我厉声，一会来我屋里头，幺儿才放下的心又跑嗓子眼里。妈妈发现我不是李萌的事情了。我的复仇计划还没成功，就要中道崩殂了。回到家中，妈妈以今晚要和儿媳谈心为由，把我带进了房间。说实话，我对妈妈夹杂着复杂的情感，我恨她的同时，也不妨碍我爱她。街坊四邻从小到大就在我身边议论，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。其实小时候的我是持怀疑态度看待。妈妈除了在学习方面用藤条打我，其他时候她都温柔叫我幺儿。除了学习的时候，其他时候我自诩是村里最幸福的小孩。后来大了我才知道，我是死去姐姐的替身，死去的二姐学习就特好。二姐和大哥奖状多的可以承诺当废纸卖。可是小学，我想拿个进步奖都费劲。村里时常有一堆老婆娘聚在一起分享情报，一看我路过就嘴里议论。的确不是一家人，眉眼和脑子没有一点像我妈妈周美。我拿着村里阿娘的话质问妈妈，她的脸色一下涨成猪肝色，拿起扫帚就跑向村头田埂。妈妈平时虽然强势，可她从不与任何人撕破脸皮，连村主任都说我爹死得早，偏偏我妈妈还是个体面人。哪个爱嚼舌根子的婆娘再和我幺儿乱说，我就用扫帚打烂她的嘴。那扫帚一声声打在了爱说闲话的阿娘身上，最后妈妈也落了个泼妇的名头。收拾完外头的婆姨，妈妈转身就用藤条抽我，大骂我没良心，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信外人，居然不信她。后来打着打着，我俩抱着哭得像泪人。在这一刻里，她是不是我亲妈不重要了。她称自己是打累了才哭的，我则是心里更痛。那个年代，没有父亲，全靠强势的母亲拉扯我和哥哥长大。母亲的好强还是抵抗不了大哥的叛逆。我3年级之后就再没见过我哥。他高中辍学后，除了给我妈留下一屁股债，还留了半辈子的思念。直到我初1的时候，妈妈才从表哥嘴里得知哥哥的消息。再到后来，他领着我嫂子进门，打破了我顺风顺水的生活。一踏进妈妈的房间，他瞬间像绷紧的弦一样看着我。往常的藤条没有落到身上，
妈妈只是问我的高中学习情况。我能考上高中，全凭赌了一口气。可到了高中，比我厉害的人比比皆是。我坦白自己以后就是进厂打工的料。妈妈一听进厂不读书这话，手里的藤条又蠢蠢欲动了。妈，你为啥同意我嫂子他们把我卖给傻子？这个问题始终是我和妈妈之间的心结。母亲抬起的手又落了下去。妈妈从头到尾只说过卖，至于卖谁，妈妈没说过。她喜欢嫁人就卖她腮。我咧着大嘴傻笑，妈妈却是一盆冷水泼了下来。你嫂子隔天指定回来，你考不上大学，妈妈就在帮她一起把你卖给傻子做媳妇。一路下来，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我嫂子劝我莫读书了。我这么笨，读书哪有嫁人轻松？我就是听到这些屁话不服输，和家里人赌气考上了县城里最好的高中。村里考上高中的女孩子就只有我和好朋友欢欢，但是欢欢家里不让她读。我去高中报到的当天，欢欢在田里割红薯藤，她对我大喊：“周雨倩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到了城里不要忘记我。”在欢欢的哭喊声里，母亲背着我的被子，步履坚定，离清水村越走越远。我冷嘲，就我嫂子这样彩礼的模样，我还读书，迟早被她卖给人贩子。妈妈只是让我不要插手这件事，她会处理好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得去参加高考。卧室里的微黄灯光洒在妈妈的白发上，其实彩礼钱应该是有的，不过都拿来替哥哥还债了。周雨倩，你比别人少一个脑子。老娘养你不是为了让你去嫁人的，你将来真没出息，这藤条照样还可以再打你。这是成年来妈妈第一次不打我，还说要我出息，可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料。隔天，嫂子嚎着她的大嗓子回到家中，大声叫骂我是贱人的污言秽语。幺妹，你当真和卫东我们不是一家人？啷个晓得你这么歹毒？当时哪个眼瞎把你抱回来的哦？很好，一句话冒犯所有人。妈妈周梅最恨别人提这件事，哥哥就是当年抱我回来的瞎子。妈妈拿起自小抽我最疼的藤条，自小挨打的记忆涌了上来，嘴里粘上层层苦气。死婆子，你打错人了！哎呦，疼死了！你女儿在你旁边，卫东，你怎么不帮我呀？哎呦，打得人家好痛！我听着嫂子李萌的惨叫声，我哥装作没看见。我老娘打得兄大抵是发疯了。一阵狗叫后，妈妈佯装鬼魂下身般审笑：“这咋回事？萌萌，你手上怎么全是血？”嫂子正要发难，傻子爹突然跑来家里要求我嫂子退钱，买了个赝品，最后又不能给自家儿子做媳妇。我幺妹在这里，你把她带走就行，钱我和卫东是不会退的。傻子爹一下把目光对准了我，一双泛着油腥的手摸向我的衣角。我忍着油腻的窒息感一拧，咔嚓，傻子爹手臂折了。他顶着剧痛追着我狂骂，见傻子爹是个废物，嫂子李萌要拉上我哥三人一起制服我。妈妈首先一把拖住我，拿起藤条一下下抽在背上，不一会衣服上就见了红。果然一见这场面，我嫂子又开始对我嬉皮笑脸，用口型问着：“小贱人，疼不疼呢？嫂子心疼你哦，还不快给你魏三叔道歉？不关你的事，你偏偏要动手。”我嘴硬一声不吭，抽到后来冷汗直冒。这傻子爹魏三叔才假意拉住我妈：“还不快滚回房间去！大人的事情哪里轮得到你个小孩插手？
这个星期的作业你还没写呢。”在妈妈的泼辣声里，我躲回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后来傻子爹这件事是怎么处理，我不得而知。不过第二天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嫂子脸上多了许多红痕，想必我之前放的照片起了一点点作用。她依旧往我脸上吐着瓜子壳，得意的笑容掺杂着红痕，格外像吃人的恶鬼。还扬言自己快怀孕了，家里人肯定会越来越爱她。而我就是死去的二姐替身，这辈子我就是嫁人的命，学到死也考不上大学。我反手端起果盘的瓜子，掰着她的嘴往里倒。嫂子，你喜欢嗑瓜子，我喂你。房间里的照片好看吧？喂到后面我收了劲，正好进城的客运车打着喇叭声，嫂子噎得白眼直转悠。我趁势跳上客运车，嫂子追了出来，我做了个鬼脸，把她一张脸气得像烂透的红薯。在车里，我靠着车窗看到了在自家田里拔草的妈妈和背着橘子的欢欢。我想起了那晚妈妈的话，所有人都不信我可以上大学，我妈妈信我可以做到。我偏要证明我和妈妈是对的，而且女人也不是生来就要嫁人的。伟大的理想，从看到书的一刻，我瞬间后悔，我真的看不懂这些英语符号。现在正是高二，我基础差，经常听不懂老师讲的课。上次月考全班52名同学，我排41名。因为想当大律师，我选择了文科。嫂子一听就贬低：“你也就学文科了，你这么笨的女娃学理科也是白费。”我嗤笑一声，不与傻子一般计较。如今除了学习，还有后桌宋念之的追求。他是典型的不学无术，我们学习成绩都差，唯一不同的是他不想学，而我是学不好。他长得比青春期其他男生顺眼一些，女朋友也是换个不停。我一点也不喜欢他，直到他有一天指着一道数学大题，教我解题思路。再到后来互相有好感，我们约定了一起考同一所大学，甚至一个城市也行。那个年纪没有确定关系，却比什么甜色。排名也从41名跑到了26名。见到我的学习有了进展，妈妈割草的时候都哼着小曲。我正做着努力的美梦，另一边学校里关于我的流言也传得火热。周雨倩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像胡妹子那个呀，听说她不是他妈亲生的，还和他们村傻子不清不楚嘞。啊，她不是亲生的呀，怪不得平时看她这么可怜，同情她呀。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嫂子，一定是她找人散播的谣言。一到晚上，可怜和同情这几个字眼啃食我的大脑。流言根源难找，可传播速度堪比8倍速。周围同学疏远我，就连宋念之也开始无视我的存在。我成了所有人眼中的异类，期中考试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，甚至掉到45名。周末回校的时候，一对自称是我亲生父母的中年夫妇泪眼婆娑说道：“倩倩这些年辛苦你了，爸爸妈妈想补偿你。在02年时我出生了，这个家庭里的大姐有智力问题，还有一个弟弟。计划生育的压力下，我成了放弃的最佳选择。”这对夫妇给我买了一部苹果手机，比我嫂子丢给我的破手机好，还带我下馆子，我吃到了人生的第一顿火锅。他们走的时候，竟然也提议让我别读书了，将来的一切都会补偿我。听到这话，我怒气冲天，就连亲生父母也否定我。也对呀，他们放弃了我。现在也是愧疚，
我反手将手机丢餐桌上，背起书包就要走。不知出于何种目的，这对夫妇掉着眼泪往我书包里塞了2000块。我归还时，他们提起我的妈妈，我收了钱，妈妈也能少背几筐橘子。妈妈当时给我的生活费，是她在村里一筐筐橘子背来的。趁我犹豫的期间，这对中年夫妇顺势结账走人。我惴惴不安，果然回到学校后，流言更加肆无忌惮。我和中年男子推搡前的照片，添油加醋成了买卖关系。解释也是自揭伤疤，甚至没人相信。我起身冲向班主任的办公室。走廊拐弯处，宋念之急促拉住我的手，振振有词劝导：“雨倩，你找老师也没用啊，不如等大事化小，等不了也化不了。我需要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”宋念之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：“学，你天天学不也这样？女孩子这么好强呆板有啥用？”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他一下又慌了起来，安抚我：“反正他是相信我的。”宋念之，你是知道什么吗？终于，宋念之在我逼问下坦白，我嫂子找到他，告诉了所谓的事实。怪不得追不到你，原来是嗜好傻子。所有人甚至都不需要证据，就可以凭空否定我，甚至定我的生死。我使劲挤出几滴眼泪，宋念之近身替我擦拭眼泪，深情款款。我握住他的手，说了句：“别擦了，我嫌脏。”正好靠近漆黑的楼道，外人看来我和宋念之是亲昵暧昧期的小情侣。侧身靠向他的时候，他以为我想通了，冲我抛了个媚眼，我脚直接往腿上一顶，手也不失技巧的拳到肉，他疼得十指紧攥。目前貌似有5位女同学为你堕胎呀，宋念之，你没有我的证据，可我有爱。你家里和老师还不知道吧？看着他咬牙切齿，又拿我没办法，实在是太痛快了。我打人从不留下痕迹，打我自己的话另说。收拾好宋念之后，我狠狠甩了自己2巴掌，顺着散乱的头发，我在自己的脸蛋上扣了几块肉，万事俱备。揪着宋念之进了班主任办公室，一进去我就发挥自小的哭戏演技。老师，宋同学造谣，我被大叔包养还打我。我之前进步的成绩因为这事都下滑了，老师因为这事请来了双方家长，妈妈踩着全是泥土的水鞋，手里还拿着一把镰刀。了解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妈妈也拿出死不和解的态度。我娃儿一向是乖孩子，他学习不好，是个不会皮的，你们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宋念之企图辩解，我顺着视线比了个耶。他要是辩解，我就继续把他的事情爆出来。最后他憋屈地吃了个哑巴亏，双方家长都领回小孩回家教育，宋念之留校查看记大过处分。我答应了宋念之不把证据拿出来，不过我没答应别人不可以呀。于是在我和妈妈回家的当晚，8封联名举报信进了校长信箱盒。回到家里，妈妈这次没有用藤条抽我，我正偷偷得意，妈妈拿出擦脸的蛇油膏，一双手在我脸上揉来捏去，疼得我嘶声不断。没得一点用，妈妈以前教你了吗？受欺负就打回去，反正不要留痕迹就行。我虽然瘦，但我这点本事全靠我妈。小学的时候有男孩子欺负女孩子，我打抱不平，结果给我揍得差点认不出老娘。回了家后，妈妈也因为这事揍我，不过不是因为不懂事打架，是因为我太弱打输了。咱们家没的男人，我们要保护好自己。以前为了你读书，我不给你干地里的活，
现在看来，你天天做完作业就跟我去干活。后来无论多苦多重的活，只要我做完作业，必须跟着妈妈干。某些方面，我的争强好胜是受妈妈影响。听到我和妈妈的声响，嫂子在客厅指桑骂槐的声音又藏不住地飞出来。哎呀呀，咱家欠妹子出息了，亲生父母还给了2000块，有没有我的份呢？现在怕是看不上我们喽。一提这事，妈妈就气红了眼，嘴巴颤抖着声线问我：幺儿，你不认我这个妈了是吗？妈妈从小吃穿哪里少过你？你要去拿别人的钱？妈，我只有你一个妈。我只是想你轻松点，你背橘子坡又陡路还长，腰都要背垮了吗？这是长大后我和妈妈第2次抱着一起哭骂。幺儿，你想对得起妈，你就读书，读书去更好的地方。母亲也知道嫂子的所作所为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向来强悍的女人为了我和哥忍了又忍。妈妈，考上大学我们就分户好不好？我带你去其他地方生活。本想忍到高考结束，在我嫂子的骂声里，我哥也参与进来。养不熟的狗，平时见人也不会叫一声，成天闷得像个猪一样。这样子的玩，读书有嘛样用？妈也是个傻子，不如把钱拿来替我还债。我打开房门，走向客厅。客厅上的水果盘我全往他俩脸上扔，基本上能扔的扔，不能扔的我就撕掉。哥，我嫂子和傻子爹照片好看不？嫂子，我哥和初恋亲吻的照片我拍得唯美不？我哥当时就是为他辍学，旧情难忘呢。我说完话后，直直走向厨房，拎起一把菜刀。从今以后，我没有哥哥嫂子，我只有一个妈妈。再难缠的坏人也怕疯子。哥哥嫂子由原先被我戳破的愤怒，转为嘴里哆嗦着疯子2字，随后像有鬼一般逃离了客厅。妈妈则是夸我越来越棒了，只要考上大学，我们就从清水村搬走。1周后返校上课，我再没见过宋念之这个人。我成绩在高2这1年里有了起色，可是又十分不稳定，一下子进了年级前50，一下又成了班级的30多名。每次整理完错题集，路过的狗我都想骂几句。到了高3，节奏更加紧凑，学不完，缺失的知识点压根补不完。忙于学习的这半年里，发生了2件大事。这2件大事让我在学习里一刻也不敢松懈。第一件事，欢欢生了孩子，办满月酒，我甚至连他结婚都不知道。满月酒就在我放寒假的当天，妈妈也拉上我凑热闹。欢欢，你拿没拿我当姐妹啊？孩子都有了，你啥子时候结的婚呢？欢欢头顶着方巾，抱着孩子朝我苦笑。欢欢是被父母卖给一个跛脚的40岁男人，如今有了孩子，欢欢更是跑不掉，母亲是放不下孩子的。原先还逃，现在不想逃。第2件事就是宴席上，嫂子朝着街坊四邻嚷嚷自己也怀孕了，家里婆婆也不见重视她。我嚼着嘴里的花生米，调笑道：孩子谁的？不是周家的娃儿，我妈为啥要管你？妈妈也是一改之前的忍气吞声，拿出以前的泼辣，对的嫂子哑口无言。卫东媳妇，这段时间你说喜欢吃车厘子，我是一直托村支书上城买。自从你嫁来我家，老幺喜欢的猪耳朵、猪尾巴，哪块不是进了你的嘴里？你说不喜欢老幺在屋里头过年，从初1到现在，他已经5年去他姨妈家吃年夜饭了。桩桩件件，妈妈甚至记得比我还清楚。
桌子上吃瓜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开始议论纷纷。面相看着挺老实，私底下这么黑心肝啊，简直不要脸呐！看着老实。之前进门就有人说了，菩萨面蛇蝎心，到底是盖不住这个算计的心肠。局势顺风倒，嫂子气得摔了碗筷，哭哭啼啼跑回家去。下了宴席，我和欢欢道歉，他不怪我，却紧紧攥着我的手，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，以后去过好日子。临近高考，我的成绩总算是稳定在年级前100名了。虽然考不了特别好的大学，但2本基本没问题。在考试前1天，集体看完考场后，可以和家里人团聚，晚上6点前回校。这一天，妈妈穿上了她之前结婚的花衬衫，款式旧了些，可它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走到小巷尽头，看见一家花店，妈妈眼红，别的小女孩都有花，执意要去给我也买1束。为了制造惊喜，我在门外等着妈妈。人群里，一个敦实的男子突然冲向我：“媳妇，回家吧，不闹了哈，咱回家说。”莫不是遇到了人贩子？我竭力反抗的同时，也在路上大喊：“有小偷！救命！”人群来来往往，大家行色匆匆，无人停留。我对着男人掐手臂，干活的劲都使出来，却不见效果。后来我被拖上了一辆黑黢黢的面包车，眼前阵阵眩晕，一下昏过去。是给你办成了，钱还有今晚小美人，你可要和我睡觉的哦。死鬼，急什么？你先拿着钱，我去修理一下这小贱人。嚣张的对话把我吵醒，还真是难为我嫂子了，这么见不得我高考。他推门进来，我眼前蒙了一块布，看不见他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。他摸着我的手朝我耳语：“幺妹，你说这么好看的手，要是写不了字可咋办哦？”首先稳住他的情绪，我翘起右腿，摆出一副纨绔模样：“嫂子，还不是我老娘逼我考，其实不用这么费劲，正好我也不想去考。”嫂子听了这话，捏我的手劲小了许多。他们用绳子把我捆得像头不能动弹的猪，不能动弹1分。我继续蛊惑，嫂子把我放了呗。之前我不懂事，你不想我高考我就不考，咱回老家嫁人，给你当彩礼钱。面对蛊惑，我嫂子李萌哈哈大笑，她表示不可能信我。这次高考，我说啥也别想参加。凭啥所有人都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想飞出这个家？不可能的事，你就老实嫁人。心底盘算着时间，老娘只能靠你了。应付我嫂子的时候，脑袋里还在背诵昨天刚看过的数学知识点。总归安抚住这疯子的情绪为先，还能不能准时高考这事我也拿不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眼前恢复了光明，周围是妈妈的气息。妈妈带着警察来救我了。念在没有耽误高考的情况下，李萌拘留1个星期，处以500罚款。送我嫂子上警车时，她扮起可怜：“妈，我也不是故意的，能不能和解？我肚子里还有你孙子呢。”一听到孩子，我那懦弱无能的哥哥也开始劝起我和妈妈。都是一家人，再说倩妹她也赶得上高考，不要闹大，回村里人家笑话我们。妈妈表态，一辈子都原谅不了。自此，我们一家彻底决裂。倩倩考完就立刻分户，从此卫东和你媳妇跟我老婆子没得半分关系。妈妈带我找了个宾馆，一看时间已是半夜3点半。小宝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如果没考好，妈明年陪你一起复读。我心底发苦，
家里哪里还有多余的钱让我复读？睡梦里，我也和妈妈说着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拖累了你半辈子。铃声一响，我开始做起题。那些日日夜夜的努力，就在这2个雨天，最后一科交完卷，心里的石头也是落到了地上。2天里，妈妈一直在校门口等我，所有人都放弃我，她还是在原地等我。走，倩倩，妈带你下馆子。我知道妈妈对于我和亲生父母吃饭这事还暗自较劲。来来来，快吃，你最爱吃的猪耳朵。幺妹，这些年妈对不起你，今年一定要和妈一起过年，就咱们娘俩。我笑骂：哎呀，老娘你整这些做墨子啊，这贵的嘞。我小时候恨你打我，现在我特别爱你。妈妈一辈子没读过书，在她那个年代读书是难玩的事。她困在了这片天地，越长大越能理解她。收拾行李回家的当晚，妈妈拿着户口本，逼着哥哥和嫂子去派出所分户。妈，我是不是你亲儿子啊？为了妹妹的替身，犯得着和我们分户？妈妈听完这句话，拿起以前打我的藤条，下了死手，打得哥哥大叫。倩倩她是哪门子替身？她是你幺妹，你晓得不？妈从你大了就不打你，老娘打死你这个不孝子！嫂子则跳出来维护哥哥。哎呦，老太婆你护着他吗？你看他是不是只考得起个大专？那场绑架的确影响了我的发挥，我把难受藏在了夜里，很有可能去不了心仪的学校。妈妈本还有理智，现在藤条换成了扁担。你们真的是2个疯女人！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可以分户，但村里最近有新政策，可以搬新城。城里的房子要归我哥和嫂子，我不想让妈妈吃亏，妈妈执意要分家。幺儿，以后我俩一个家。1个月后，我在地里背橘子时，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。欢欢背着孩子，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，对我笑得灿烂。雨倩，我就知道你可以的，通知书村主任托我给你带过来的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灰，颤抖接过录取通知书。高兴个什么劲？妖姬还能变凤凰啊！我嫂子路过时扔下一句冷嘲热讽，欢欢替我生气回怼。我们雨倩不像某些婆姨只会嫁人，还嫁了个怂包呀！雨倩，你考上你心仪的政法大学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嫂子气得脸都馊了。我捂住嘴巴不敢相信，一夕之间，我周雨倩成了村里最厉害的女娃。妈妈在街坊四邻面前也是出了口气：倩妹子可给周大嫂你长脸，多亏你送她读书哦，你家这个考上的学校可是重点呀。你们讲话啥子时候这么夸张？我家雨倩那是她有本事，和我有啥子关系哟？都是他自己双手拼来的，一切顺利。妈妈却突然在家里晕倒了，就连妈妈之前给我准备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也不见了。妈生病了，我问过医生了，她多半活不长了。她卡里的钱我取走去做生意了哈。我愤怒发问：这不是偷妈妈的钱吗？而且她现在住院，很需要钱。对呀。我和萌萌偷自己老娘的钱咋了？我是亲生的，你呢？这么得意，但愿进监狱也这么潇洒。最后我扔下一句：嫂子没怀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吧。隔天我报了警，警方受理后告诉情节恶劣，可以判处3年有期徒刑。到最后，妈妈住院的4000还是欢欢借给我的。倩妹，妈是不是要死了？妈卡里的钱都给你留着呢。妈要是没了你，也要好好读书。妈，你这小病呢？
而且你要是没了，我也不活了，还读墨子书啊！妈妈气得面色又绿了一层，一只手没有力气捶在我的肩头。胡说八道！你为了考上高中，你冬天早起读书回家一手的冻疮，考大学受了这么多，说放弃就放弃。可是我学法就是为了你呀！你背地里为了二姐的死哭了多少次？没有你的话，我学了干什么？病房里的妈妈终于没了那股泼辣劲，变成了一个爱哭的小孩。那你就去帮助和妈妈一样的人，你总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听着这话，要不说妈妈和女儿像呢？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女孩。争执不下，欢欢的电话打了过来。呀，倩倩周婶有没有好些？有个好消息，我们2家房子要拆迁了，你不用对钱的事犯愁了。太好了，把妈妈的病医好，她也不用再去给人家背橘子和喂猪了。有了钱后做了个小手术，妈妈的病情好转了许多。出院后不要让病人干重活，她身体已经垮了一大半，要记得1天3次。出院后，我和妈妈终于离开了清水村。利用拆迁款和哥哥嫂子的赔偿，他们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，短时间打扰不了我和妈妈。妈妈在大学附近找了份包吃住的工作，她现在是可爱的保洁小女孩。我不让她忙活，她只念叨自己忙活了半辈子，要给我多攒点钱。后来不知亲生父母是如何打听到我大学的地址，来和我认亲。倩倩，我们以前就说你读书厉害，现在出息了，户口迁回来吧。我搂着周妈的手撒娇，妈，今天我们吃啥呀？吃你喜欢的土豆炖牛肉好吧？直接无视拉着妈妈转身就走。背后传来不入流的骂声。有啥子好拽的？看你可怜才来认你。你以为当时为啥丢了你？女娃就是养不熟的狗。我反身回怼：你们养过我，高中给我买的东西和钱最后都还了。滚远点，不要咬到我妈。再到后来，我大学毕业转正成了一名律师。第一个案件就是解开妈妈的心结。当年二姐死的冤枉，本来是一个小感冒，最后村里的医生误诊，用针水把活人变成了死人。再到后来，母亲找上门，苦于没有证据，还挨了顿打。我回清水村调查发现，这位方医生不止害死一人。最后，我带着妈妈和一众受害者将他告上法庭。他的余生会和我哥哥他们一样在牢里度过。第2起案件是时隔多年的宋念之，他没考上大学，成了十足的混混。他来到律所请求我帮忙辩护，他这次玩死了一个女人，能报仇，看着他亲自烂在我面前，实在是开心。我拒绝了他的请求，求求你啊，倩倩他们都说你厉害。我们以前这么好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就是见死不救。如果他死了，我可以立刻参加追悼会。第3起案件是我的亲生父母和弟弟，原来这么喜欢男孩的夫妇没有人赡养。倩倩，你弟弟不给赡养费啊？这个案件你必须帮帮爸爸妈妈。如果不帮，那就你给，这是罪有应得。我反手赶人，又不是我的爸妈，我一个子不出，这么多年的努力下，我和妈妈在城里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第5个案件是欢欢和跛脚男人的离婚案，多次家暴还沾上赌博，如今离了婚，带着可爱的小宝贝，做我和妈妈的邻居。在我的强烈建议下，今年他要努力学习备战高考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卤了猪头肉等我。吃饭间，
我问妈妈，如果我一辈子不嫁人的话，她岂不是白养我了？妈妈轻轻拍了拍我脑袋，傻腰，妈妈一辈子只有你，你不嫁人，一辈子做妈妈女儿多好。温柔灯光下，妈妈像小女孩一般依偎着我。我只有一个妈妈，她叫周梅。